讲张瑞贤排副反应啦，安尼你要放哪一梯？王连长，我只要能够回家跟我妈妈吃饭就好了。迄当阵有4梯的假，第一梯的假是到除夕那一天收假，所以除夕那一天收假，我变阴暗下就袂使妈妈食饭啊，另外一梯就是大年初一收假，这第二梯，第三梯呢就是大年初三收假，第四梯就是大年初一一直放到大年初六，安尼所以有2梯会使跟妈妈食饭的。所以我叫我连长讲，连长，那我就放大年初一收假这一梯，所以变迄个前一天会使跟妈妈团圆饭，隔天一睡醒了就准备要收假，安尼啦，好，就排好了。即摆即个假就送去到营部，因为连长这边排爱去营部。迄当阵阮守海防伫台西，所以我就爱去到营部去审查迄个假表。对你命讲，好事还在后头。你一定会想讲换了啊！哎呀，本来上好睇啊，怎么换到安尼啊？安尼，无是不是恁讲，阮当假表送到营长遐时阵营部下令，全部的假往后延2天，全部的假往后延2天。牧师搁调迄个除夕前一天到大年初三那一天收假。哈利路亚！用婆像学到咱的上帝啊！你会使看见讲上帝伫你生命的计划，凡事道道来，要听上帝得到利益，阿们。只要咱听上帝，你要相信上帝美好的事绝对会成就伫你我的身上。所以咱对上帝迄个听、迄个敬畏、迄个领受、迄个尊叹，爱常常放伫咱的生命内底，阿们。所以我常常同阮的学生讲，同阮遮同人讲讲，那敬拜的 worship leader， 袂使只有伫人的面前的敬拜。伫你的生活中间，伫爱唱歌，伫爱敬拜啊！所以牧师在问讲：你平时有咧唱歌无？有咧学到上帝无？毋是只有唱歌的时间要来甲敬拜上帝，是生命中间伫咧敬拜上帝。哈利路亚！所以你毋是伫教会时间，伫教会时间有一个敬虔的生命。离开教会，当跟教会即个印体离开的时阵，你有无用一个敬虔的生命？你甲好朋友做伙，有用一个敬虔的生命？你甲同事做伙，有用一个敬虔的生命？哈利路亚！林门教会有一个执事，有一边开车送我要去坐高铁，高雄林门教会。林门教会到即马当年，拢搁邀请我去到因的教会，逐个月一摆，做拜六甲礼拜的聚会的带领。因为足听我的，所以我讲每一年都排给你们。所以每年2011年的每一个月的第2个礼拜，是林门教会邀请我去林门服侍的时间。因为执事就载我要去坐高铁。我当初咧想讲，我想要送一寡人礼物。我知影伊伫迄个一寡，我知影伊伫迄个水产加工的工厂咧上班，所以我就他讲，你可以帮牧师买你们公司的产品吗？我想要送我想要送人，你敢会使买恁公司的产品？我想要送人，伊讲牧师你莫买啦，我想讲哪莫买？这恁水产的物件都袂歹啊，迄有干贝啊，有啥物话讲牧师迄袂价钱啦，我讲哪会袂价钱？这食品的食品哪会袂价钱？伊讲牧师。阮家己咧做诶，我拢做甲毋敢食，所以你唔好买啦。我讲安尼你家己做迄间公司诶员工，你搁嫌讲迄个物件袂使买，你搁要伫遐做，伊想讲对吼。所以有安尼诶，迄天因为无安尼特别含其他诶人讲，就是含伊讲尔，所以开始咧反省，开始咧想，对咧公司做即个物件，我家己咧处理，就感觉讲我家己就毋敢食，我若太讨，搁斗3工，搁要卖人啦。所以伊心内有一个决定。伊想要离职，要有一个新的开始，所以伊就开始备班，要离职。前一段时间，伊终于提出迄个离职书，然后伊离职的书，互教会有一个姊妹叫做月荣姐妹。月荣姐妹熟悉一间公司的董事长，然后你了解伊要辞职的原因，就较知影讲原来伊原来公司做的这物件食品是伊感觉无好的，所以这个月荣姐妹心内介感动。伊拢甲即个执事讲，安尼我甲你介绍一间公司。但是这间公司迄当阵应征的是作业员，伊想讲为着上帝缘故，我做较低阶，我拢不要紧。我至少会使有一个新的开始。我希望我所做的物件，拢是荣耀上帝，互上帝欢喜。哈利路亚！所以伊应征的是成都店的董事长。那董事长就他讲，阮即摆欠的是作业员的，讲董事长，我就是来应征作业员。伊就看伊的资料。伊讲为什么你这个时阵离开这间公司？伊讲这个原因。为什么这时阵你离开这个公司？伊讲这个原因。
所以有当讲原因了，当市长讲，安尼你想要迄个薪水要偌济？伊讲就照公司的规定，作业员就作业员。结果也当市长讲，你不是作业员，你可以更好的，你要期待可以更好的。哈利路亚！所以顶礼拜拜五应该是2天前尔，拜五下再打电话给我，伊讲牧师，我很感谢神呢。尾啊，因的人事经理和我会谈面谈啊，已经成功啊。伊嘛是甲我问讲，总经理甲我问，董事长甲我问的，问讲我要薪水偌济？我就讲照公司规定，我是作业员的作业员。结果人事经理他讲，你不是作业员，所以伊心中的期待的薪水哦加倍啦。所以打电话讲，牧师比我期待的加倍啦，加倍稳定伫我的心上啦。哈利路亚！用破声学到咱的上帝。你若照上帝阮这行，上帝就乐意将伊的祝福赏赐伫你。兄弟姊妹，咱的天父知影你的过去，嘛知影咱即摆的现在，嘛知影咱的未来。哈利路亚！如果咱来，所以伊将伊的话赏赐互咱，咱若遵行伊的话，伊的话是要带来祝福，要带来保守，要带来帮助，互咱的一生会使行伫伊的路中。圣经写诗篇65篇第11节讲，耶和华用温定做年冬的冕旒，伊的路径拢有油咧伫。对你边人讲，上帝的路径有油咧伫。所以上帝的路径有油咧伫，代表着上帝的路径。你行伫上帝的路中间，上帝有稳定，有祝福，有保守，有丰盛的应允。哈利路亚！所以这个祝福是你的，所以你要遵等上帝的话来行伫伊的计划中间。今日咱讲荣耀的起做，你若看利未记第3章，咱要来看这个。你若圣经的迄本圣经是你的，咱要来看10个门，有10个门。等伊顺了后，伊开始要恢复这个圣殿的门的时阵，有10个门要恢复。这10个门，就是过来咱的教会要恢复的。第一个就是第3章第1节的所在，伊讲羊门，羊的门。所以这个圣经若是你的，你就把它围起来。尼希米伊开始起造圣殿，迄个定心起造定心的第一个门，就是羊门。好，羊门，好羊门，哈，起来建立羊门。第一个是第1节的羊门。第2个是第3节的鱼门，鱼仔。第3节鱼仔的门，好，鱼仔的门，有没有看到鱼门？好，鱼门。第3个就是第6节的古门，好，古门，古早的门，好，古门。这个速度会使吼。第4个13节的山谷的门。吼，古门，第13节，即摆13节，这是第4个门，叫做山谷的门，吼，这是恢复的。第5个门，就是本色门，14节的本色门。哦，这13节尾，啊，但是我圣经有啥物14节？吼，14节吼，14节的本色门。好，过来，就是第15节的水泉的门。这是第6个，水泉的门是第6个，吼，水泉的门。好，过来跳过来，第7是第26节水门，26节直到朝东边的水门，吼，水门。这是第26节咯，吼。过来第8个，就是28节马门。这水门吼，这曹东的水门好，吼马门吼28节马门，这是第8个。第9个就是东门，第29节的东门，吼守东门的这个东门，吼。最后上尾一个就是哈米佛甲门31节，哈米佛甲门。然后佫踅倒转来第32节的心，讲佫踅倒来第羊门，32节，吼佫羊门，吼。所以伫尼希米伊重建即个城门的即个过程，总共有10个门。所以咱第一来看讲，咱的教会起造，咱亲像要来恢复即10个城门共款。第一个城门就是羊门，大家讲羊门。羊门其实伫圣经的中间是祭司出入的所在，祭司出入的所在。也是百姓要牵羊啊、牛啊，要入去献祭所在，所以羊门代表着献祭带下落来。
油门代表着献祭，所以油门嘛代表着十字架，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所以当你进入油门的时阵，就是咱亲像进入到耶稣基督救恩的内底。当你进入油门的时阵，嘛表示你伫迄个所在要献祭。哈利路亚！遐尼姊妹，当咱来到教会时阵，圣经写讲，咱就用感谢，咱就用感恩入伊的门，用娱乐入伊的院。即摆咱要来到圣殿哦，所以咱伫厝里，咱就开始咧欢喜。诗篇122篇第一节讲，人若对我讲要用耶和华的殿去，我就欢喜。还袂去哦，只有听见了。听见讲来哦，咱要来耶和华的殿，咱要来教会做礼拜啊！听了后，就心情更欢喜啦。讲对，我要来去啊，我要来去啊！所以伫厝就欢喜啊，对你别人讲伫厝就欢喜啊。所以你沿路你就足欢喜的，脚步就足轻松的，就行来到教会。所以行来到教会是安怎？用感恩入伊的门，吼，感恩就入伊的门；用娱乐入伊的院。所以是感恩甲娱乐哦。当咱感恩甲娱乐来到主的院的时阵哦，伫迄个会幕，咱即摆讲会幕，伫会幕的中间，迄个院内面佫有一个所在叫做祭坛，大家讲祭坛。迄个祭坛就是要献祭的所在，献祭的所在。所以你来到主的面前，你将你的全人奉献予上帝，因为你要甲上帝结连迄个关系，下面。所以重要的毋是甲朋友做伙哦，重要是来到教会的时阵，是要甲上帝建立关系，迄是咱的优先次序，下面。所以教会的起造，包括伫咱的教会内面的活动，咱的优先的对象是上帝。哈利路亚！所以当你献祭时，代表是你全人降服在迄个祭坛内底，把你的罪、把你的全人安怎拢抬死啊！但是伫耶稣基督里面，佫有我的性命，甲耶稣同死同过活。哈利路亚！所以咱来到教会，第一个门爱回复的，就是迄个献祭，对上帝敬畏。你来到上帝殿，爱有一个敬拜的态度，毋是只有人甲人有迄个关系，但是重要优先次序是要来到上帝讲主。我来，阿爸，我来，要甲你建立关系，阿门。爸，我回来啊，更欢喜，这是上帝的殿。哈利路亚，这就是第一个，这就是羊门。第二个，鱼的门，鱼的门代表着得人如鱼。鱼的门咧讲的，就是一个产业。上帝通过这是送鱼仔，但是鱼仔代表着物质物产，所以通过这个物产，上帝要多多祝福你。同款，伊这个鱼的门嘛，代表你的性命是丰盛的性命。有收获的生命，有不散的性命，是充足的性命，还佫是多结果子的生命。上帝要通过你，得人如得鱼。哈利路亚！所以咱军队主耶稣的脚步时，你讲到鱼门的时阵，你讲到咱的军队耶稣的脚步，耶稣基督第一个呼召的门徒，也是讲伊呼召门徒的第一句话：恁的军队我要恁得到鱼，那亲像讨鱼的，下面得到人，亲像讨鱼的。所以主耶稣对咱性命呼召嘛同款，咱亲像鱼的门同款，得人如鱼。无想要甲大家的姊妹讲，得人如鱼毋是策略，得人如鱼是生命。对你别人讲，得人如鱼是性命，是你的性命要去应用伊的性命，所以毋是策略。有足侪时阵，咱有这个策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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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策略，但是重要真正一个人会使有主耶稣摸到的，是伊会使感受到你的性命里面有主耶稣的性命。哈利路亚！当咱的性命有主耶稣的性命时，咱会使摸到人。当咱的，所以圣经写讲，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，有无？